高雄的高山区有一间学校，昨竟然有一阵台湾山猴假电爬过铁网啊，走入去学校的篮球场，讲学生着青惊，大声叽叽叫。有狗爬过铁网啊，走入学校内底，学生看到狗规群规阵大声一直叫。 一只、两只、三只，初步估计上少6只，狗走入学校内底，互篮球场学生惊甲破胆。煞唔知危险，迄囡仔读册，你看迄囡仔遐坐伫遐，当然嘛是危险啊。学校就伫咧高雄高山附近受伤，当地三不五时就有狗走来，这一遍走入学校内。 民众难免惊学生安全，学校除了邀请协会到学校宣导，其实嘛有应对措施。每一个垃圾桶，我们现在就是要求就是每一班还有我们在不管室内或室外的垃圾桶加盖子，盖子它就看不到食物了嘛，它没东西吃，它就不会再进到我们校园来。因为学校内底有幼稚园和国小学生，下课时间老师拢会去巡逻，若是看到狗在 随广播爱大家莫家饲，莫家人，嘛莫围观。不过校园外赶快当看到狗的影，无意无意伫咧散步行街路，民众门骹口的树木嘛有狗伫咧找食。这大只啊，这350啊，拢甲电当迄个当杠。 这边居民受害者很多啦，尽量不要去食物外漏，然后减少户外呢有一些垃圾的露出啦，避免说去跟它有正面的冲突。狗身啊入侵，人甲狗伫后要如何共存，将做当地长期的课题。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